再来看，咱国有2个空服员和技师讲一句话无的性骚扰，航空公司嘛认定讲性骚扰成立，也毋过通报桃园市劳动局。劳动局所表示讲，因为这个事件毋是伫咱国内发生，无法度依照咱相关的法规来处理，这嘛引起质疑。卫生福利部今仔是表示讲，应该按个案认定，毋是讲伫国外发生的就袂当处罚。去年10月1日，2名国际空服员飞到荷兰，和同一间公司共班机的技师用为性骚扰当事人讲起勇气提出申诉，经济转述伫访谈当中，共班机的机组员差不多拢挺身支持受害者，也伫12月当中成案。航空公司认定性骚扰行为成立，通报主管机关桃园市劳动局，说得到因为司法地无伫国内无法通发的回答。我们受害者会员真的是快要哭的跟我讲说，所以对方也会收到，对吧？因为对方收到了之后，真的是可以被他拿到公司里面回去继续说，就是他小弟大说，你看政府也不会开罚。对受害者要求桃园市政府对行为人开罚，却收到安尼函文，工会批评性骚扰行为人恐惊到安尼，搁较无得惊。民代要求性骚扰防治主管机关卫福部应该明确表态，两组的当事人拢是台湾籍，免因为伫外站都无约束力。没有说国外不罚，那可不可以罚就回归到行政罚法？那行政罚法我们也是有找到第6条有关在境外犯的部分，有哪些状况原则上可以罚？卫福部表示，地方政府应该照个案认定。工会是呼吁空勤组员服勤国际航班，留宿外站是职业特性。同款的案件也未少，卫福部应该做出解释，让地方政府应照规范来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